今年春海雨水看起来应该是无啥理想，这对水库的帮助真有限。目前咱全台湾的水库欠水率大约是3成至8成，水利署即马已经甲桃园、新竹、苗栗，也有台中的水井灯号调整做青灯，是要提醒民众用水就要准则。目前全台湾欠水量上大的，比如咧，即马是翡翠水库有7.7，即马翡翠水库7.7的欠水率，虽望同款无落雨，也毋过会使继续到帮站石门水库，所以石门水库到6月底供水拢无问题。你远远啊看翡翠水库，原水为170公尺，二倍水位嘛是有到160.3公尺。今年受到春雨较少的影响，集水区的降雨量减半，创营运以来第3可观的纪录。不过翡翠水库的脱水率嘛是有7成7这么悬，供应台北市各区的用水是无问题。3月开始，逐工对早起10点放水到半暝无就透早，186万吨原水，稳定北部各县市民生供水，可以间接的舒缓这个石门水库的一个供水压力，也使得这个石门水库能够有余裕，能够往南满足这个供水。那另外也稳定了科学园区的所需的用水。翡翠水库支援的石门水库水位是1度降，目前的脱水率是敢若剩3成左右。全台水库是加减受到春雨无够的影响，脱水率差不多3成到8成。水利署已经先甲桃竹苗和台中的水井灯号调整到提醒的青灯，好让大家欠得用水。而且预估未来3个月降雨同款有限，必须要超前部署。目前的整个台湾地区的水情非常正常，各个水库都蓄有3个月以上的公共用水、抗旱水井以及这个移动式的 RO 净水设备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妥当。翡翠水库虽然讲同款嘛要面对降雨无理想的问题，但是管理局严格管控、调整放水，才会当一直维持伫要满水位的状态。今年已经支援供水超过80工，等于是完做6个佳人新山水库的水量，到6月底拢无问题。会管局讲，配合中央调度供水，逐工替市库是增加超过100万，今年累积的收入已经超过70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